在那晨光破晓时，我看到哥哥他就在不远处。我们兴奋地满心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复活。没有主耶稣的眼泪，就没有安慰；没有主耶稣的死亡，就没有胜利的冠冕；没有主耶稣的宝血，就没有赦罪；没有主耶稣的十字架，就没有胜利的冠冕；没有主耶稣的叹气，就没有喜乐；没有主耶稣的鞭打，就没有完全的医治。这恍若是一场梦。主耶稣，你用你的眼泪擦去我们的悲伤。你的恩典大大向我们显现。我穿越时空的长廊，回到了福尔摩沙，告别了我的故乡加拿大。这需何等大的勇气！在这一块土地上，我看见从上帝来的爱。上帝何等大的慈爱！播种、栽种、培植，神的福音在此地萌芽茁壮，叫那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哪里有上帝的呼召，哪里就是我的家。我最后的住家在何处？我最后的住家在台湾。Formosa。我最后的住家。
神差爱子，他名叫耶稣。他就是爱，他赦免我，死里复活，使我得自由。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。主耶稣赐下爱，医治与宽恕。依靠耶稣基督，何等甘甜！他带给我满足喜乐。如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我晓得主掌管明天，因他活着，我不再惧怕，生命充满着希望。因为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。